2026年香港一手豪宅市場開靚局，首兩日一手豪宅驚見6宗億元大雕，涉及9個單位，相關總成交金額逾16億元。最矚目為樂星電子00213或相關人士持有的淺水灣南灣坊1號豪宅項目淺水灣1 South Bay Close，一口氣連沽6個單位，尺價最高見10萬元，觸同優4年分層戶新高，總作價8.6億元。市傳該6伙有一組豪客大手買入，淺水灣尺價10萬4年新高，淺水灣6伙作價共8.6億元，由一組豪客大手買入。上述相連單位連豪華裝修出手，泛海集團00129及資本策略00497等合作發展的西半山堡2樓 A 室經招標售出，實用面積4143方尺，露台249方尺，連一個車位以1.7億元成交，尺價41033元，具支付條款，若買家60天內繳付樓價全數，可獲320萬元現金回贈。項目自2023年9月起開售，全盤累售7伙，總成交金額逾13.7億元。此外，嘉里建設00683旗下石峽美堤外，透過招標售出第二座1樓2室，實用面積4398方尺，4房4套房連2間工人房間隔，連一個車位作價1.768億元，尺價40200元。項目至今累售45伙，為全盤64伙的逾70%，總成交金額約140億元，平均尺價約5.9萬元。過去數日錄得的6宗逾億元大雕，最大宗為龍地產00101旗下的跑馬地南塘道23至39號，沽出31A 及 B 號雙連大屋，實用面積共9186方尺，成交價約4.5億元，尺價約48682元，為豪宅市場響頭炮。